他就是赵淮安。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嘛。幸会幸会。这些日子承蒙相爷和公主关照，为表感激之情，今日白莲以曲为报，各位见笑了。药啊！是啊，这情人真的是他。老大，一个花灯节，至于打扮的这么华贵吗？当然需要，我既是堂堂福音公主，又是这相府的女主人，我要是不能艳压群芳，多丢人呢！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为了给相爷看吧。此去只心身上有啊，是这样。先生也美啊！太好了！好，好，白莲，你的琴技又进步了。多谢陈玉哥哥。公主驾到！把那盏取下来吧。好。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大家继续赏灯，不必在意我。眼压了。久雨初晴，手还真是巧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公主为了心爱的小情人，精心打扮了一番。瞧瞧，日子哦，一派胡言。他今日都不知道赵淮安会过来。这个也有趣，可能这就叫心有灵犀吧。也是大人。哎呀，忘记了是吧？这，公主一向仙姿玉貌，今日更是闭月羞花。那这是猜什么呢？要不然就是私下。相爷今日也是卓尔不群，这灯会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吧？只要公主开心便好。太傅来了，我们去招呼一下吧。知道了，公主，那便先失陪了。老大，要不我们去看花灯吧？公主，你看这个灯，这个灯还挺好看。少公子，许久未见。公主，你看那个灯。他们情人相见，笑容满面啊！相爷，准备收法吧。你是赵某是你的小甜甜，甜到你心里边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你离开我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甜。相爷，他们相谈甚欢啊。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？缺点你。牵手了，牵手了，相爷牵手了。
不行，公主，这人有毛病。受罚吧。你哪来的脏东西，对我动手动脚，我都不耐烦了他。赵某，赵某，而且还对你动手动脚的。哎，该不会他就是那个赵怀安吧？赵怀安？你是说福音公主的秘密情人赵怀安？这下完了，我刚才那哪像对情人的态度啊！若是被他察觉了，他再嘴碎宣扬出去，那任务不就泡汤了吗？哎，老大你别灰心，灯会不还没结束吗？咱们三思而后行，一定会想到办法挽回的。对了，我突然想到，那日在醉春楼，花魁对陈玉施了不少招数，应该有值得借鉴的地方。赵公子，公主那边有请。待陈玉醒来，花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眨眼睛。眨眼睛？怎么眨？就是那种面部抽筋，同时好像眼睛里面有卡进虫子的那种眨法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明明就是真情人，刚才只碍于周围人太多了，才有所收敛的。所以相爷，那金子……一边去，胡说！他这明明就是在跟赵怀安逢场作戏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罢了。真的吗？可这也做得太真了吧！眨完眼睛过后，他用一种很奇特的声音对陈玉说话。如何奇特？就是那种音调很高，就像我掐住犯人脖子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声音。公子，我在这儿呢。怀安兄，公主叫我安安。夹子音啊，相爷。许久不见，人家好想你呀。啊，真的吗？最后，花魁用拳头攻击了陈玉的胸口。哎，公子，你讨厌。这会不会太凶狠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看陈玉也不疼啊。而且他后来的确是理睬这个花魁了。可行。小田又上手了，人家了。相爷，相爷，别急，别急。哎，人呢？是不是一起回房间了？哎，公主，哎，公主，啊，公主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我可以回去照顾公主啊。啊，大可不必，我们改日再约。哎，公主，改日，那就是明日呀。公主果然还是喜欢我的。可算是搞定这个赵怀安了。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，得想个办法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先禀告太后吧。不能穿成这样啊，变成凤芝吧。哎，相爷不可呀，你这是打草惊蛇啊！哎，凤芝，相爷，公主呢？公主她在灯会未归啊。哦，我去找她。老大，你搞定没啊？欧阳大夫，相爷。哎呦我天啊！
少。哎呦我天啊！哎，这就怪了，你们是孪生姐妹，这名字也不应该一样吧？其实我们是没有听清楚。我呢叫凤芷，她才是凤芝。这下全明白了。那你们姐妹二人齐心照顾公主，你们俩这种赤诚之心啊，实在叫人感动。欧阳，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相爷慢走，慢走哈。这相爷也不太聪明哈，还不都怪你？怎么能怪我呢？凤芝，竟然有2个人啊！哪有什么凤芝啊？分明就是凤芝和易了容的假公主。相爷的意思是，啊？公主，相爷，一起用膳吧。说来也怪，公主进府也有数月有余，我竟丝毫未察觉这孪生姐妹之事。不过从今日起，我定要明察秋毫。哎，这凤芝和凤芷人呢？他们有事在吗？啊，这样啊，那不如陈某亲自去请他们。我去吧，不麻烦相爷了。那就有劳公主了。相爷，昨日夜色已深，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。今日阳光明媚，我竟依旧分辨不出这孪生姐妹的分别，实在是妙哉，妙哉！来人呐！这是陈某特意为2人准备的衣裳，这碧玉色的是凤芝的，取自芝兰玉树；这乳白色的是凤芷的，取自兰芷之室。谢谢相爷。哎，公主呢？我见她还未用膳，怎么人却不见了？哦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这凤芷怎么又没回来？我去叫。哎，怎能劳烦公主呢？我去。岂敢劳烦相爷，我去叫。凤芝啊，记得把衣服换了啊。还是想看凤芝和凤芷在一起。对
忘记嘱咐凤旨把衣裳换了。公主稍作休息，陈某去就回。相爷，2个姑娘家换衣服，相爷一个男人去了，不合适吧？哦，说的也是。那我去让白莲去。哎，还是我去吧，我去快一点儿。公主，确定？确定啊，反正我也不饿。一会儿叫公主和凤芝，一会儿又叫凤芝和凤旨，叫完凤芝凤旨又要叫公主和凤旨，叫完公主和凤旨又要叫凤旨和凤芝，来来回回折腾了1天，我的脸皮都要松了。陈宇到底想干什么？老大，你消消气，这是我从膳房顺的酥饼，你吃着尝尝。1天了，终于吃上一口了。你说陈玉，他不会发现这个凤旨是我假扮的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他要是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揭穿呢？他要是没发现，为什么折腾我们1天呢？谁啊？这么晚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公主在吗？我是安安。赵怀安，公主，把他给忘了。公主，我进来了。哎，别！公主。一整日没见到你，安安好想你啊！怀安兄，你我毕竟还在相府之内，这样做实属不妥嘛。不妥，不妥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可不妥的呀？怀安兄，不如这样吧，相府不远处有一片竹林，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那里相见吧。竹林？这么晚了去野外？野外？我明白了，公主你放心，安安这就去安排。我刚才没有忍住，差点一巴掌拍死那个脏东西。可是老大，你真要半个时辰之后去竹林见他？见啊，当然要见，而且是一见相见。公主真是羞涩，竟然还约我去竹林幽会。赵兄，这么晚了来我府上，是所谓何事啊？没事没事。赵兄。